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有一村花園3房1套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介紹呢一間有一村花園嘅單位呢，就喺花圃街28號，實用面積係有801尺。入到單位呢，見到業主已經係做咗啲部分嘅入牆家私，飯客廳面積呢都相當闊落嘅，而且採用落地玻璃窗嘅設計。依家呢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係望返九龍塘一帶嘅低密度遠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1套嘅間隔。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嗰度就擺咗一大排嘅儲物衣櫃。如果擺咗雙人床之後呢，仲有好多鬆動嘅空間。主人房浴室呢有充足嘅儲物空間，浴室有窗，沖涼嘅位置呢依家都係保留翻用浴缸。客房係冇入牆家私。3間房之中呢一間房面積最細㗎喇。客廁呢就係採用旗桿嘅設計。廚房呢3邊都做晒櫥櫃，提供咗基本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